使千里行很久，始於這腳下出走。我哋希望咧用10年嘅時間，我哋係會堅持呢10年咧都係會完全100%咧用培育澳門嘅歌手啦、澳門嘅導演啦、創作人啦、舞台劇啦、台前幕後所有人。咁希望用10年嘅時間咧，能夠醖釀同埋為澳門咧可以創作到一個劇目咧，係可以喺打後嘅日子咧係long run嘅，即係長期演出嘅。咁當然我亦係本人亦係好有信心，我哋通過咗10年嘅磨練或者醖釀咧，我哋能夠為澳門創作到一部真係有代表性嘅澳門音樂劇。咁轉眼之間呢個10年嘅約定咧，今年已經嚟到行咗一半，我哋即係千里之行，亦係即係始於足下啊！咁今年我哋會喺同樣我哋都係文化中心，我哋會喺大劇院度咧就係演出3場嘅。咁都係即係突破咗我哋過去嘅歷史啦！我哋最多嗰次咧都喺大劇院做2場，我哋試過喺細劇院度做4場，但係就未有喺大劇院度做過3場。咁相信都係本土嘅音樂劇入邊咧一個最大嘅票房嘅挑戰嚟嘅。夢想係咩啊？夢想咩啊？夢想係咩啊？夢想又係發夢。想做自己中意做嘅嘢嗰啲咯。我覺得今次呢個劇本最重要嘅一個訊息就係話，其實我哋每一年咧探討呢個關於夢想呢一個題目嘅時候咧，即係我哋唔係淨係就咁真係發下夢啊，或者係啲好不着邊際嘅嘢，而係話我哋探討緊就係關於夢想背後究竟其實會有幾多嘅思念上面嘅衝擊。譬如話今次咧，我覺得咧係一個關於價值觀嘅問題嚟嘅。即係話，我哋有一個佢嘅夢想係好堅持，我一定要用音樂去征服世界。另一個呢，就係相對地比較現實一啲，即係話，點解我哋唔可以過好嘅生活？我哋去令到我哋有更加好嘅不論係物質或者人脈上面嘅支持，去更加容易咁樣去達成我哋嘅目標。即係其實係一啲好價值觀衝撞嘅嘢。咁然而，我覺得呢一樣嘢就形成到嗰個戲劇性。其實《娛樂之王》咧係編劇鄭溫賜 Jordan 去改嘅，咁我哋諗去到第5年啦，咁點都要有一個好啲嘅名嘅，有氣勢啲好。阿潘君寶話齋咁，《娛樂之王》就正正反映緊裡面阿林偉星啊，其中一個角色啊，佢嗰間唱片公司其實係相當之大嘅，做到佢其實佢就係呢一代嘅娛樂之王。咁個故事咧，其實好似講緊澳門嘅。佢有一個類似平行時空嘅感覺，同我哋好近嘅一啲狀況，但係亦都有少少抽離咗少少，咁令到大家喺睇嘅時候咧，都有啲想像嘅空間。過往嚟計咧，都會盡量去想，譬如去加入一啲比較新嘅元素，即係譬如我哋喺第3年嘅時候玩咗好奇幻啦，好偵探式啦，怪怪地啦，啲配樂方面都係會比較即係叫做另類啲啦。咁上一年咧就要加入咗中樂啦，即係一個實驗性質啦。咁今年配合翻呢一個劇情咧，其實都係比較一啲band 類型嘅一啲嘅。咁所以其實都會係用得比較多一啲電子嘅元素啦，即係一啲 keyboard 會好多啦。咁然之後就都係澳門即係我合作開最成熟嘅band 嘅班底啦，木吉他、電吉他咁樣鼓啊咁樣比較傳統一啲嘅。咁希望可以做到一個理想嘅效果。Good.